用香港一個車位嘅價錢 ，Kelly 帶你喺珠海買到一套舒心嘅養老之家。咁今日嚟到咧係華發珠海灣，我哋除咗社區當中嘅養老配套之外咧，我哋周邊仲有3大醫院嘅，好似中大五院啦、高新區嘅人民醫院啦，同埋香山醫院都喺附近㗎。咁華發珠海灣周邊嘅生態環境更加係成個珠海第一，因為5分鐘車程我哋就可以去到5萬平方米嘅白沙灘，10分鐘車程咧又去到唐家灣沙灘。我哋隔離更加係奇澳島，灣區當中最大嘅一個紅樹林濕地公園就喺隔離，養老生活可以話係一步到位㗎啦。港珠澳大橋、深中通道同埋未來嘅深珠通道都喺附近，可以做到1個鐘頭去返香港、澳門、深圳、廣州。咁我哋落樓咧，自帶商業街同埋鄰里中心，包括日卡夜走，真正做到社交娛樂都可以體驗到。咁我哋周邊仲有高爾夫球場㗎，如果鍾意打高爾夫朋友咧，可以喺度延續自己嘅生活方式，真正做到退而不休。咁我哋現階段針對我哋嘅香港朋友咧，係推出咗大禮包㗎。如果你話對我哋嘅產品都非常之感興趣，歡迎喺我哋嘅頻道主頁當中聯繫 Kelly 啦，到訪就有驚喜啊！